乡亲啊，骑这个机车紧急掠这个档啊，手骨竟然嘛会肋骨咯。嘉义就一个60外岁太太，骑乌倒摆为着要闪车，紧急来掠这个档啊，结果伊的倒手肩胛头这个顶风骨竟然断去，爱开刀来治疗。医师讲，上定伫咧车祸看到人的风骨来肋骨，也有这个高龄骨头含少的长辈者，肩胛头这个骨头嘛真会断去。 骑机车时，若是雄雄拄着状况，大家拢会赶紧打档啊。嘉义一位60外岁妇人人就是安尼做，所发生倒边的手骨压迫性的骨折，皮质骨就砍入性这个松子骨内，就好像伸缩望远镜一样，就挤进去。它的力量都传到肱骨头、松子骨的地方，算是最脆弱的，然后就造成那边骨折。 医生讲，患者去互伊看的时阵，讲为着要闪避，要外车机车赶紧打档啊。当时有听到啪一声，毋过无加注意，想要到倒边肩胛头愈来愈痛，去做民俗疗法嘛无效，才去互医生看。做电工了后，才知影肩胛头骨折，爱断伊开刀。骨拉出来，然后在外面下上这个锁定式的钢板，速度放慢一点，这样就才能产生很多的应变的空间。 妇人人的骨头刷位，医生用类固定骨棒手术来治疗，住院阁要住3到5天，后续阁要做复健。医生嘛讲，肩胛头骨折常常发生伫交通、工伤事故或者是运动伤害。高龄的时代骨折，若是有较松，嘛有可能会发生。提醒民众骑车运动，拢爱加注意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